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9节。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9节，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称作上帝囝。这是要请陈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迦南文化和平。阮当先来祈祷。属于听阮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伫主日的早时，就一阮伫遮来敬拜。主今日也是9月份的第一主日，也是阮今年第5届的圣礼典。愿上帝你的神透过你的囝耶稣基督的保护甲身躯，甲阮三个支持，互阮得到快乐帮赞。祈祷靠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大家姊妹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日是要咱进入迦南文化第4讲和睦。唔知咱对迦南文化这个的slogan， 咱也会记得无？真敢给和睦创新，珍惜真诚，感谢感恩，给予和睦甲创新。伫这顶头咱周报嘛，将咱所讲的这日记搁放伫顶头。咱是要复习，咱倒去编周报，也是对咱教会的网站，让咱来找到。主要咱要学习的就是真诚，听人唔通虚假。咱的感恩就是爱凡事细谢，奉主的名感谢爸上帝。互人就是互人比对咱提较有福气，互咱有学习8种给予赞美，给予鼓励，给予拥抱，给予机会，等等这的。到今日咱要进入伫和睦，咱的迦南教会真正上特色的，就是和睦。我记得伫我2005年来到伫迦南教会头一届开了中职会，哇，感觉整个一片和谐，因为以前伫真侪教会合作实习，也是参与服侍，包括教会遮大间，开会意见遮少，大家拢真和谐，真和睦，所以这是咱迦南教会固定的传统，就是伫单独向牧师的这个带领下面，咱的开会时阵，绝对拢是伫会场中间来讲，开会煞以后出去，无够开始不在背后来讲，当场要解决。第二就是咱伫开会中间，咱拢要求就是无甲回去之后不再，回去之后不再跟配偶来提，就是咱一定就是把小会当中教会的重要事项，大家一定都是互相的尊重，过来都是合适尊重、顺服伫这个官兵，顺服伫这个牧者，所以教会一直让保持这个真和谐，所以因为咱教会和谐，教会才当大根，人才当做。教会若无和谐，永远袂大汉，人来过去，吵吵闹闹，所以和睦真正是咱爱好好来学习。虽讲是咱过去固定的特色，总是咱犹原爱今日犹原爱继续来学习。咱伫去年的2010年对和平使者 （peacemaker）， 咱有学习4个 G， 我们知咱也会记得。这4个 G， 头一个 G 就是爱 glorify God， 就是爱荣耀上帝。咱做讲一个荣耀上帝。第2就是爱除去眼中的梁木，第3就是爱温柔挽回，第4就是爱 go， 全去和谈。这是咱伫和平暑假去年嘛是9月，所以已经经过1年。我们知咱也记得偌多，就是这4个 G 真好记，就是glorify God， 然后读起，get the love of your eye， 然后就是爱 gently 爱温柔，然后就是爱 go， 你得爱去，唔是爱去做，爱主动。所以4个 G， 对咱来讲，咱用伫每一个冲突的中间，互咱当去学习，安怎透过主的恩典，互一个冲突的代志，就当变做是一个荣耀上帝的事。今日咱要继续来看这个和睦，咱犹原有4点要来学习。头一点，一个知影和睦的人，甲人和睦斗阵的人，是灵命成熟的记号，灵命成熟的记号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2节，伫这个所在，圣经有问咱几条问题，我们知咱来叫我们的时阵，咱回答。到底恁伫基督内底性命有互恁坚强起来，有啊无？有，真好。上帝听有记得恁无？有啊无？有。恁甲信心有团契无？有啊无？较细声。第4项，恁中间有彼此亲爱，相听的心有啊无？感谢主。但是圣经后壁佫写，如果咱的回答，如果拢讲有，安尼圣经的要求讲，我要求恁爱有共同的目标，
同款的疼心，同款的情感，吼，甲一致的想法。吼，如果咱拢大声的讲有，安尼咱才会当建立到合一。意思是讲，等咱要和睦，咱有要同款的目标、理想，吼，同款的疼心，吼，一致的想法。吼，头前咱就爱先有疼心，吼，彼此相疼、亲爱心，爱有信心，吼，有 fellowship， 爱有团结。爱有上帝疼，互咱得到激励，因为上帝疼我愿意疼别人。然后，佫有就是有基督的疼心，基督的性命，有互你的性命改变坚强，这是真重要的核心。所以，一个会当甲人和谐的人，甲人和睦的人，伊的人命，袂伫粗浅的所在，一定会哪来哪大汉。所以，互人和睦，咱会当用这两个意思来解说。一个是互人和睦，一个是维持和睦。英语来讲就是 peacemaking 甲 peacekeeping， 这两个意思小可同款，嘛小可无相像。所以通过这个意思，咱知影和睦的意思就是你爱帮助别人制造和平，然后你再保守继续和平，持续。这两个是重点，袂当做制造和平啊！我过去就和平的。但是即摆无和平，安尼无够，爱一直和平，爱 keeping， 爱保持下去，换一句即摆电视在讲，就是爱 hold 住这个和平，纵使呢，伫咱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新译本，现代这个和合本的修订版本，使人和睦，伊拉用这细粒，用绿色甲扣起来，缔造和平，咱讲一解缔造和平。是啥物意思呢？就是停止追求自我，去关心、养饲别人。缔造和平，圣经即马给它修改。这意思讲，不是只有使人，你还要去创造，爱去制造和平。啥物意思？就是无搁来关心家己，爱去养饲人、帮助人，看见啥物人有需要。所以伫希伯来文和睦，伊的意思，就是 shalom， 咱讲一解。shalom 就是平安，所以咱伫教会接电话，看到人拍招呼，咱讲平安平安，上帝祝福你。伫希伯来人因就讲 shalom， 犹太人讲 shalom，shalom 的意思，就是平安，总是嘛和睦。以及咱咧讲 shalom， 咧讲平安到底代表啥物呢？就是讲 shalom 是咧讲一切才会好的好处，甲才会丰富，甲上悬的才会美善，最高的美善。平安不是讲咱伫生活中间和谐利益，是一切才会好处，一切才会丰盛，甲一切上悬才会美善。所以咱甲人握手讲平安，你会记得，就是我来祝福你有上好的好处，祝福你有一切丰富，祝福你有上悬的美善，伫咱的中间，伫咱的关系之中。这是shalom平安，伊的意义。所以当咱咧甲人咧亲爱的时阵，咱来学习。第二点，和睦不是无冤家、无相骂，是公义的规矩，公义的规矩。咱讲一解公义的规矩。互人和睦，和平，不是讲我来得向这个冲突，来回避这个难题，也是假唔知影，假做唔知影，也是惊讲将这个事讲出来。真侪时咱讲爱较平安和平，点，莫讲，安尼就无代志，莫讲就无代志，安尼是有和平，但是无和睦，因为圣经安尼甲人，耶稣伊是和平的囝，和平之主，和平的领军，总是耶稣伊唔惊冲突，有的时阵耶稣甚至为着别人的好处，大家的好处，伊会去得失别人，得罪别人，带来冲突。总是伊要带来是公义，比和平和睦更悬的境界，就是公义。只有公义所生出来和平，才是真正的和睦。圣经以赛亚书32章17节，好，我来读。伊的功效是平安，伊的浩验是平静安稳，到底永远。好，华语我们一起来读：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，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。直到永远，到底永远，这就是义，伊所结出来一定是平安，一定是平稳，到底永远。所以若无义就无平安，无公义就无平安。咱甲隔壁人讲一解。无公义就无平安，
所以常常有人来话讲，无公义啊，无公平啊，无天良啊，好，就代表迄个所在无平安。咱就要去制造，爱去制造和平，爱去敲吹是啥物？敲吹公义，毋是讲点点卖吵，好，咱是结合意的，好，所以禁别人的嘴，安尼来叫做和平，毋是安尼。诗篇85篇第10节，好，安尼讲，主爱甲真实三拄着，公义甲平安三真。好，华语我们一起来读：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。好，三真，好，英语是讲 kiss each other 相亲。好，公义甲平安亲像一对翁仔某共款，遮尔啊三揽三忝，搁三真。好，所以伫英语中间有一个词叫做 just peace，just peace， 总是咱去现字典，好，即个字，好，可能有个字典无即个字，因为伊是对 justice 甲 peace 达到做伙。好，意思就是讲，即个 peace， 好，毋是讲平安尔，爱头前爱有一个 justice。有公义，好，才会当带出来这个和平，好，叫做公义和平，好，所以伫咱的教会，好，咱的总会有咧设这个公义和平，好，就是对这个，好，对这个诗篇，对这个以赛亚书，好，咱所做这个信用的反省，咱毋是讲追求这个表面的和平，好，是爱有公义做基础。第三，咱要来学习伫冲突中间，甲人和睦。所以，咱有7点，好，伫咱周报，好，咱会当来做按照这个步骤来甲人和睦。头一点，咱要甲人开嘴要讲话进前，先甲上帝讲话。好，大部分的冲突，好，为什么有冲突？因为一个人伊的需要无去满足。好，因为我巴肚就枵的，好，所以伫遐咧哭，好，所以叫做好靠啥物？靠巴肚咧枵，好，总是。有一个冲突，好，是因为好，咱有一个需要无去满足起来。总是有个需要，咱人会当满足。好，囡仔，一个婴仔，好，阮兜有一个婴仔，好，这个婴仔定定咧画腰，伊就用哭的，好，所以就紧叫妈妈，好，婴仔咧枵啊，好，紧叫啦，好，只有妈妈会当甲伊满足，伊爱爸爸无？爸爸嘛甲抱，嘛甲咱莫哭，好，甲针，好，无效。因为伊需要的是妈妈，有的时阵，咱咧解决这个冲突时阵，咱无可能去解决所有这个需要，只有上帝会当来满足。所以，我告诉讲，恁中间有这个战争、这个斗争，是对待打落来，吼，是因为恁得袂到平安，是因为恁无求就无平安，所以才会冤家相骂相厌。所以，伫咱要甲人要讲话进前，咱爱先开声、开嘴，甲上帝求，甲上帝讨，才有平安。阿妹吗？第2点，咱爱主动。好，真侪时阵，咱认为讲，这是伊毋对，我就直接坐看伊电视来甲我回失礼，包括基督徒，咱莫安尼想，安尼敢有合圣经？好，咱来看卖啊。无管是你得罪别人，还是别人得罪你，上帝希望你爱主动。好，莫伫遐听后坐遐翘脚，当然来甲你回失礼，先去找对方。好，圣经对有讲，马太福音第5章安尼讲，你伫这段献礼物的时阵，若想起弟兄兄弟，好，甲你有协嫌，就将礼物放伫这段头前，甲伊和好，然后再来献礼物互上帝。这是有前后的这个次序，先去做啥物，再来做啥物。好，意思是讲，你无甲人和好，你无迄个平安，你要献礼物互上帝，上帝无拄要甲你收，上帝无拄甲你欢喜，甲你接纳。好，所以咱来想看卖啊，咱即礼拜，咱来礼拜进前，咱有甲啥物人得失有啊无？好，咱来先为祈祷，主动甲伊和好，好，咱才当来进入礼拜的敬拜上帝，才当来领受即个真正的公义较和平。第三。咱就要来同情对方的感受，好，同情对方的感受，好，安怎做？好，真简单，4字，多听少说。咱做讲一解。多听少说。真侪时阵拢是多说少听，颠倒摆。所以你永远听无伊的感受是啥物？你讲我有听到，无代表讲你有感觉，有感受到伊的感觉。好，这是两件事。
你知影伊咧讲啥，但是你敢知影伊的心情是安怎？无感觉伊是真惊吓，无拄伊是真孤单，伊是真需要有人甲伊关心。你有去感受到伊的感受啊无？所以咱要去解决代志之前，爱先去听对方的感受，毋是听伊讲啥。哦，你讲我听着，莫阁讲啊，莫阁讲啊。伊直讲，代表有一个真实感受伫遐，你就爱去听出来。哦，就讲啊，我知影你即马足孤单对无？哦，对，安尼伊就要阁讲啊。好，有时阵是伊要讲袂出来，所以咱听出伊的感受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4节，好，咱用华语做来读。留意别人的事，不单是自己的事，你还去留心注意别人伊的感受是啥。莫想讲啊，我的感受是啥？我即马足生气，我即马足无瘾的。好，这是圣经互咱的命令，是命令哦，爱去注意别人的代志，好，不要耽顾自己的事情。第4点。咱爱承认，咱家己伫冲突中间也有份，好，咱嘛有参与。这个意思讲，这个冲突可能跟我有关系。咱往往咧处理这个冲突，好，是因为咱会处理冲突的这个方式，往往会制造比原来更较大的伤害。好，本来一个问题，好，小小好会当解决的，总是咱一个落去来处理以后，愈处理愈歹解决。好，两个人咧冤家，咱来做公亲，好，结果咧。做一个公亲做袂成，两个来相抬，好，连拿刀互砍，好，愈害。所以咱爱承认咱家己好有盲点，好，咱家己是无完美、无完全的。好，伫马太福音第7章的第50，好，咱甲用另外一个意思甲伊解说，先除掉，好，先除掉自己眼中的大梁，让视野清晰之后。才能替弟兄清除眼中的目眩吧。好，意思是讲，伫你的目睭头前，就一支条啊放喺遐，好，亲像这个荧幕伫遮，好，荧幕伫遮在你的头前，你看看到这个荧幕后壁是什么？后壁我来讲，后壁一块目眩，请你甲我夹出来好无？好，总是你有这个荧幕在遮，你让夹无夹无？好，而且还是在别人眼中的目眩，所以你安尼。眼睛这样去挑人家眼中的目眩是安怎？只不过是将来目睭安尼吐甲愈害，好，伊目睭互你吐一个痴迷，看无，好，所以你得先将这个大梁除去。所以咱咧解决问题的时阵，好，咱先反省咱家己，好，有啥物是咱扎伫咱的头前，承认我们不完美，看事情的角度，好，我们可能只看到这一面，没有看到另外一面，好，那我们就要除去，才能看得完全，好，所以咱在。承认自己在冲突中也有份，好，请对牧师讲一解，我无完全，我也有盲点，我要除去眼中的梁木，让我的视野清晰，阿们。第5，对事安怎？无对人，好，这句话咱大家拢会晓讲，好，嘛是咱愈来愈会让互相来尊重。好，总是咧解决冲突的时阵，你安怎讲？甲你讲什么？这是两件事哦。安怎讲？讲什么？都是较重要，一样重要。有些时阵我讲，我咧想讲，我就要讲讲，互伊清楚，讲互伊知影。但是你不要注意讲，我要安怎讲。我们只有用嘴巴的语言，却没有使用肢体的语言、面部的语言。好，所以你想要甲伊回失礼，好，但是一个面臭臭啊，歹势啦，啊，失礼啦，好，莫阁啰嗦啦。你的意思是要讲这，好，但是你的面部的表情、肢体表达出来，好，就是互人看到就讨厌，好，所以你安怎讲无效，所以是同样重要。所以咱要讲什么，甲咱安怎样来讲，伫什么时间、什么所在讲，同款重要。所以咱安一直讲，我就甲伊回失礼100届啊。伊嘛无甲我原谅，是因为咱真正好无安怎好适当的去表达我们所要表达的，所以加讲无效，好一寡伤害这个话，好伤害性的言语永远缺乏说服力，好真正是安尼，你要去讲说服对方，好你袂当用伤害的话，爱用祝福的话、安慰的话、造就的话、肯定而乐的话，才让得到伊的心。好，你伫安尼，如果是用伤害性的，好，永远是挑起纷争。
好，所以伫圣经中间箴言16章，好，咱这回来读用华语。明智人以通达见称，说话越温雅，说服力越强。说话越温雅，说服力越强。好，你若话会当好好啊讲，好好啊讲，你就当愈会当得到对方。你急要讲，马上要解决，好，一点钟就要甲伊解决，今日就要甲你解决，就要处理起来，好，然后愈急，好，等到好造成好，才会误会对方，好，防卫心越高，伊愈歹听，愈歹甲你信。第六，爱尽量合作，尽量来合作。和平需要付出代价，有时候有时阵爱赔上我们的骄傲。好，往往要附上我们的自我中心。好，咱要跟人合作，好，总是咱不爱跟人合作，是因为咱骄傲。好，我较敖，伊较含慢。好，我较知影，伊较唔捌。好，总是咱爱将这个骄傲提出来。好，将我的自我中心提走。好，我在处理一件教会时阵，有一个兄弟，两个人拢是教会会友，好，伊就讲，好，我心情足无好诶，伊互我起毛是足歹。即句话听了以后，牧师嘛心内底插一个，好讲咱做一个基督徒，用即种做理由，敢有适当？伊互我就是足无欢喜诶，好，足袂爽诶。好，基督徒适合讲这样的话吗？好，不要以自我为中心，好，而是要寻求合作，尽量来合作，好，袂当用我家己的感受做理由、做借口，然后就是一副不跟人家合作的样子。好，这是基督徒好应该爱检讨、爱合适的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9节，今日咱的圣经节，好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。好，总是让那个翻译更白话，好，更清楚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当你能向别人示范如何与人合作，而不是彼此增进格斗，你是被称为有福的。借此，你发现真正的自我，并找到你在神家使人和睦，就是讲你让做出来，看见你让跟人合作，好，是能够跟人家沟通的，会当参详的，好，而不是彼此的增进，好，闹来闹去，好，安尼你才是会当真做一个有福气的人，好，有福的，好，是 to be， 好，是成为有福的人，不是讲马上就有福气。你让跟人和睦，你让会变做有福气的人，哪来哪有福气？不是马上，好，不是变成，好，而是渐渐成为有福的人，好，而且可以找到让真正的家己上帝在神家里的位置，好，虽然在学习尽量合作的态度，好，愿意去谈，愿意去沟通，好，愿意去妥协，而不要以自我为中心。第7点，也是这个步骤的最后一点。重视和好，而非解决问题。请我们说一次。重视和好，而非解决问题。好，来，请问咱大家，好，这个问题甲这个关系，好，咱要解决问题甲彼此的关系，你感觉倒一个较重要？关系，好，大家拢讲关系较重要，好，无唔对。问题，好，问题真侪问题，拢当用钱来解决。好，重视关系，好，永远是值得我们最珍贵的就是关系，因为这些关系是到底永远。好，和好是要专心伫这个关系顶头，要甲人和好，好是要注重咱的关系，不是敢注重这个问题。咱若是一直要解决问题，好，咱永远在想这个问题的本身，好，无水啊，无电啊，冷气伤冷啊，伤热啊，吼啊，无饭通食，这个问题永远在处理。但是你看到是问题背后有人甲人之间的关系，人甲人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咱若无注重关系，好，咱可能问题不能解决，好，甚至赔上了自己。所罗门王，好，伊伫3000年前，伊是一个互上帝敬调的一个王。总是伊本来甲上帝有真好的关系，总是到尾手后尾手，吼，伊受到这个皇妃这个引诱去拜神，拜其他的神，离开上帝。请问伊甲上帝的关系变成安怎？疏远，哪来哪疏远？
到今伊甲上帝的关系是安怎？因为咱知影对圣经来看，伫所罗门王要死进前，伊无转来到伫上帝面前，所以这个苏万一离开，好就是永远到伫永远，伊无机会，没有机会。好，所以咱会甲人的关系嘛是安尼。有时阵咱甲咱的亲人，好，甲咱的朋友，在冤家，好，歹见面，歹讲话，兄弟姊妹中间，好有纷争，无来往，但是这个关系。咱甲拍歹，迄到什么时阵？一直到伫永远，到死以后，咱没有再翻盘的机会，无迄个机会，所以咱就要注重关系，好，甲人好好，伫咱也会讲话，也会敲电话，也会当写批，咱就紧甲人好好，毋通带着即个无好的关系去见上帝，来离开即个世间，迄是永远袂当解决问题。有诶问题你要解决，但是伫圣经来看。真多问题是100年袂当解决，真多问题300年袂解决，2000年袂解决。以色列被亡国，很多的先知出来讲话，应该会当解决，袂解决。经过2400年，他们才复国，现在当去解决，只有上帝当解决。但是伊若甲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失去这个关系，绝对不划算。所以袂当解决彼此的中间的差异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重建关系。咱的关系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，莫互咱的关系进入到伫即个咒诅，进入到即个黑暗，到永远的即个败坏中间，重建关系。好，这是咱的学习即个步骤。所以咱真紧过来复习。好，第一步就是在与人谈话之前，先与神谈话。好，第二，咱来采取。第三，要同情对方的。承认自己在冲突中也有份，好，对事。第6要尽量，好啊。第7要重视，好，而非解决问题。好，这七个步骤，咱会当来好好来学习应用。相信咱伫甲人的关系中间，甲人和睦的顶头，缔造和平，会做得越来越好。最后，互人和睦是上帝囝儿、上帝查某囝上重要的工作。咱先来看耶稣上帝囝，伊来到世间的目的是什么？传福音，传什么福音？天国的福音。什么是天国的福音？就是恁着悔改，信上帝。好，为什么要悔改信上帝？就是要甲上帝和好。所以耶稣伊上重要的工作，就是互咱人甲上帝和好。好，互咱甲上帝和好。第2项，咱甲上帝和好也无够。咱爱透过信心的团结，彼此的相贴。好，拄则咱所看的这个腓立比书，同样的目标，同样的心智，同样的情感，会当甲别人和好。这是耶稣伊是要带互咱。所以讲他将2下好中间的墙拆毁，使2下合为一。好，拆毁中间隔断的墙。耶稣互咱甲上帝和好，嘛当甲人和好。所以咱看世界，好，因为是顶头人。上帝甲人，好，横的就是好，我们跟别人好中间的关系，这种是中间那个焦点是什么？那个十字架，好，交集那个地方是什么？第3，互咱甲咱家己和好。真多时阵，好，咱看咱家己嘛真袂顺眼哦，看到行就讨厌，好啊，越会懊悔，好，会觉得自己不好，好，这种是伫世界顶头，就是耶稣要带互咱的。先甲咱家己会当来和好，会当看见上帝安怎样疼咱，伊安怎伫咱的生命中间用伊的话来救赎咱、洗清咱。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8节，上帝透过基督，互咱甲伊和好，佮将劝人甲伊和好的这份交托互咱，赏赐互咱。好，什么意思？耶稣伊所做上重要的工课，甲上帝和好，甲人和好，甲家己和好，耶稣伊拢捌拄着。即马即个积分嘛是互咱每一个对伊的人，你有去甲上帝和好无？你有甲人和好无？你家己甲你家己有和好无？你有疼家己无？这是上帝调咱的积分，好，咱就爱去做到，咱才会当称作是上帝囝。
今日咱因为信礼典，吼有即个坚信礼甲洗礼，吼，但是遮因为洗礼甲坚信礼遮拢是合心，因拄要开合，今日下晡爱报道，所以咱就将因的洗礼坚信礼刷到第1场，咱第2场要举行是小儿洗礼信用个别，咱进前有一个报名要洗礼合心，吼大学生，吼伊嘛是来教会第1代，伊就报名洗礼，等我咧甲伊要面谈的时阵。就甲伊了解，你要洗礼，你的爸爸妈妈有同意无？因为这真重要啊。结果伊讲，我无甲我的爸爸妈妈讲，因也毋知影。我讲安尼敢好？伊讲阮爸爸无甲伊反对，伊是讲叫我大学毕业以后才洗礼，但是我即马就有感动啊，我要马上，我即马升大2，我就想要来洗礼安尼。因为我知影因兜的情形。所以就打电话互伊爸爸，甲伊爸爸了解，讲你知影恁查某囝要洗礼代志无？我讲有啊，伊爸爸讲过啊，但是我就无赞成啊，因为感觉免遐早，而且咧讲的中间，才讲遮的问题，头一点伊讲因阿嬷反对，因阿嬷不爱互因阿嬷咧亚香对白，伊这查某孙，伊无后生，这查某囝是伊的大汉查某囝，因阿嬷会反对会阻挡，所以。通过安尼，我就来解说，讲免烦恼，因为咱伫圣经中间，所教示咱的，就是爱孝敬父母、孝敬父母，这是第10条戒内底，真重要第5戒。所以做一个基督徒，伊绝对袂不好，伊会更友好。伊佫讲，但是伊若洗礼以后，伊是毋是袂使去庙内底啊？伊就袂当对阮去庙内底拜拜。我佫甲解说，对，伊免去。伊毋是袂使去，是毋免去。袂使去甲毋免去有共款无？无共款哦。袂使去是讲禁止，但是基督徒毋是袂使去，是毋免去。所以甲解说讲，为虾米基督徒毋免去庙里面内底？伊已经拜着一个上大的上帝啊！所以毋免阁去找其他的神来保庇啊。亲像你已经找到总统了，你还要去找立法院长吗？你还要再去找立委吗？还要再去找县议员吗？唔免嘛，你就靠总统就好啊。总统就替你处理啊。所以你已经找到上大的就唔免啊。伊听有，过来伊就佫开始佫问啊。安尼，伊也洗礼以后，安尼伊就做基督徒。安尼阮老的死以后，就无人甲阮拜啊。就无人甲阮服侍啊。伊就惊安尼。他慢慢讲出他心里面惧怕，所以佫甲解释。这你佫免烦恼，因为等你。洗礼，信耶稣洗礼了后，代表你进入上帝家，成为上帝家里的人。换一句话，你的代志是啥的代志？上帝的代志。你的亲人是啥的亲人？就上帝的亲人。所以上帝听你，嘛会听你的亲人，嘛会顾你遮的代志。所以你颠倒更较好，拢免烦恼。无你敢会去顾着你的祖先18代。你安怎拜敢拜着到遐？拢拜袂着，伊就开始讲，就有所改变。有一个讲，我是刚刚讲，他就开始愿意，但是我嘛，最后还是让这个学生，试着让他去跟自己的家人沟通。随梦今日，他还是没有去沟通好，他还是很害怕。总是我相信，咱会当教这个方法，咱袂去得失人，袂因为讲咱是一个信耶稣的。咱是一个基督徒，然后咱就甲别人的关系愈来愈歹。圣经中间应该是无这个意思。所以咱有时阵咱会常常讲这个魔鬼拢咧控制阮兜的人，不要阮来洗礼，不要阮来信耶稣。当然有属灵的征战，这个我们要承认。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责任？嘛有。咱信耶稣做一个基督徒，咱伫厝内底安怎样表现？安怎样甲厝内人甲伊说明，甲伊沟通，这游玩是真重要。爱做一个和睦的人，因为咱才会当亲做上帝囝。所以咱伫早时嘛有一个学生，伊嘛是第1代来洗礼，但是伊要洗礼，伊真认真，伊时阵才国中尔，伊从国中、高中一直咧甲伊爸母咧沟通。所以今日伊洗礼，伊是爸爸答应，妈妈陪伊来。但是爸爸妈妈唔捌来教会，今日头一届来教会，参加他女儿的洗礼。我想这是真无简单，真无简单。咱来当最好的见证，
别人会看咱是做上帝囝、上帝查某囝。好，所以甲你隔壁兄弟姊妹鼓励讲，你是上帝囝、上帝查某囝。啊，甲伊讲，爱互人好母最好的见证。结论咱来看，最和解的书架，吼，最和解书架，即句话咱有熟无？捌听过无？吼，伫什么所在捌听过？吼，伫咱的即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用个别内底，吼，就即句，吼，阮信。虽然咱咧更新咧，所以咱每一届更新咧，咱会拢咧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用个别来个别。好，这个信用个别，好，有伊的故事，好，伫遮最后好用这个故事来结束。咱知影伫2月28号是什么日？公益和平纪念日。好，但是伫1997年以前，好，伊是叫做228纪念日。好，伊毋是叫做公益和平。好，伫立法院通过这个公益和平纪念日进行。伊毋是公益和平，伊叫做228纪念日。好，228，你有听到228？好，内底就是哇，知影这民国36年所发生这的代志，好啊，造成对台湾整个全面的影响。好，北部、南部，好，外省、本省，好啊，这的都市甲乡村，好，等带来真大这的冲突甲伤害，好，甲改一个名，好，但是。好，伫这个改名的过程中间，好，咱长老教会伫8年以前就是1989年，1989年的时阵，好，长老教会就发一个函，互总统府、互立法院，好，讲阮徛伫阮的信用个别立场，好，阮要求，好，立法院立法，好，来通过将这个228改做公益和平纪念日，好，很清楚哦，就是安尼要求，好。这是咱伫长老教会伫8年前就开始咧努力，好咧做事，好，总是为什么有这款的努力？好，搁往前推2年，1987年，好是228，好，1987年2月28号，228刚好40周年，40年的时阵，迄阵伫台南市，好一个游行，好就是讲我们要公益和平，但是迄个时阵，好要搁咧改样，好还未改样，好还未改样。迄阵咧改样的时阵，袂让集会，袂让游行，好，所以伫台南市要游行，中间好真侪的牧师，真侪教会的中级信徒，因举旗啊，好写公益和平，好，一定要真勇敢行街头，好，然后开始伫台南、伫基南，好，拢陆续，好，有人在发出这样的呼吁，一直到迄年的7月，那一年的7月，好，李登辉总统宣布什么？宣布解严。好，所以戒严38年，好才从此解严，一直到今，好，咱才当有自由的言论，好，这样集会游行，好，即马愈来愈自由，好，咱讲话当愈来愈大声，好，这个总统刚刚这个是看卡板的同款，好，他就要下山这个 long stay 啊，还还去上山下海等等，好，是因为这个改严以后，好，才有真大对台湾带来这个祝福甲改变。好，总是有这个游行的头前，好，就是嗰2年，1985年，好，就是咱所台这个长老教会信用个别，好，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最和解书架。这是长老教会，好，伫1985年的时阵就所提出来信用个别，阮的信用是安怎写出来，互恁看，互大家知影。然后，阮根据阮的信用，做信用的反省甲努力，所以开始来游行，来推动台湾的公益甲和平，不是讲爱一个包起来的和平，大家拢盖严，好，所以拢袂使讲话，拢点白色恐怖。我们这种的和平，我们公益和平，做信用的反省，一直到今日。伫《以弗所书》第4章第20到第30，凡事谦逊温柔，吞忍，因疼心3宽容，因和平3联络，尽力保守信心所想述，合做一体心。咱让合做一体，毋是咱家己所创造的，是信心所带予咱。一开始我有讲，咱的迦南教会第一印象就是互人真和睦，毋是咱家己熬。毋是咱的中职熬，毋是咱的牧者熬，这是信心所想述的。
咱就要尽力来保守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比听阮的爸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份伫迦南教会，成做集体，成做中间的一体一员。因为上帝，你的固守，你的赏赐，互了迦南教会久长以来有真好和谐，而且文化和睦的气氛。不管是伫阮的牧者，伫阮的中心，伫阮的小组团契，甲信徒中间，阮拢尽力来保守这个和睦。主上帝，愿你也帮助阮，互阮伫真理的顶头坚持徛在，用信仰做反省，追求公义所结出来的果子和睦，互真正的公义甲和平伫阮的心内，伫阮的家庭中间，伫阮的教会、阮的社会，一直到阮的国家，到全世界，要当用上帝你的公义、和平来建立，真正建立上帝你的祝福甲旨意中间。主，这个时阵，阮也要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来个别阮的信仰。信上帝创造统治甲万物，都伊真实。伊是历史甲世界主，时平生活甲真由。伊的囝对信心投胎，对在世父玛利亚出世做人，做咱的兄弟。就是因为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、定十字架、死过活，显明上帝灵感甲公义，互咱甲上帝国和。伊的神就是圣神，踮伫咱中间，赏赐贵力，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，直到主过来。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。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甲生活准则。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，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的。各顶阮伫本地，认同所有的子民，通过听甲受苦，来成做毋茫的记号。阮信。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，做得赦免，用虔诚、仁爱、甲献身的生活，归根上帝。发信上帝互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拥抱，来有份伫伊的创造，有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。对安尼，人有社会建立甲经济制度，要有分家。有追求真实的心，总是人有罪，无才会文书，祸害人万物甲上帝关系。所以，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白，互受压制得到自由，并且伫基督真做新创造的人。互世界成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、甲欢喜。